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聆聽主嘅話，遵行主嘅道。今日嘅經文係雅各書1章22節，只是你們要行道，不要單單聽道，自己譏諷自己。小故事就講到，有一隻天氣曾經舉辦過一隻交通安全警告司機嘅徵文比賽，希望一些簡單明白嘅字句，使到人家一看就明白，同時有警惕嘅心。經過後熱烈嘅調教和審判，評審小組一致通過錄取開一隻警告語，就是停、看、聽，作為鐵路交叉頭嘅警告標誌。有一日，一隻飲醉酒嘅人衝過一隻鐵路嘅交叉頭，完全冇理會停、看、聽嘅警告，結果就變後腳駛過來嘅貨車衝死去。經過警方嘅調查，一隻變衝死嘅人，竟然就是提出停、看、聽一句標語嘅人。我哋一齊來默想，搞頭真理好容易，遵行真理好困難。當我哋願意謙卑嘅實踐一啲偉大簡單嘅道理嘅時候，自家必定會得出好大嘅益處。求主賜俾我哋實踐真理嘅心，唔單止係聽道者，也係行道者。我哋一齊來禱告，我哋在天上嘅父神，感謝你將寶貴嘅話語賜過俾我哋，為愛幫助我哋明白真理，行在正道上。我哋需要停下來，看聖經，聽日嘅話，求主幫助我哋，唔可以單單聽道，也愛行道，免得自家譏諷自家。我哋有時候向軟弱違背害人嘅正道，求主赦免我哋，聖靈提醒我哋，幫助我哋將日嘅話藏在心裏面，晝夜思想，免得我哋得罪你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們。